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以下战争前8个月，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昨日头一届接受媒体专访，伊讲因伫咧加沙南部拉法的地面攻击是咧要收尾啊，所落来对就北向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攻击。这就互国际真烦恼，讲这是规个中东拢会全面开战，包含亲伊朗的武装分子是放调要加入真主党斗拍以色列。以色列伫咧中东迄边嘛有真侪敌人，包含亲像是叙利亚，啊，佮有伊拉克，甚至是更较远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拢有武装团体有可能会趁机会出兵。甚至是伫咧东红海地区，这也门的叛军清零运动，到即阵依然是继续咧攻击过路的商船。前日啊，因就公布因甲伊拉克的民兵联手攻击以色列北部的港口。虽然以色列的军方是无出面证实，不过在中东各方的势力确实有小假的办势。反政府伫各主要城市愈加愈强咧抗议的时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23来到保守派广播公司第14频道接受专访，这是以下战争以来伊头一届接受记者的访问。纳坦雅胡表示讲，拉法做7礼拜的地面行动，得要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准备对付北部黎巴嫩边界的真主党游击队。תהיה לנו אפשרות להעתיק חלק מהכוח צפון.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קודם כל למטרות הגנה, ושנית, כדי להחזיר גם את התושבים שלנו הביתה. 纳坦雅胡佫讲，伊敢若接受部分停战的条款，未终结和哈马斯的战争。这能让美国支持的以下战争停战协议受到考验，嘛有迄寡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的家属真忧心。另外一边，北部黎巴嫩的真主党游击队嘛差不多逐天拢咧和以色列国防军的交战，冲突的规模最近阁一直升悬。华府的官员忧心双方若是全面开战，恐惊会比2006年黎巴嫩战争阁较激烈。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德伫24来到美国华府，和国务卿布林肯、中央情报局局长毕文书、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高层官员讨论加沙战争后一步策略。东港国门的记者会，媒体记者是拢咧关心2天之前，以军伫德林，甲一个受伤的巴勒斯坦查甫人当作盾牌绑在女母眼镜挂顶头的事件。But isn't that basically the army using Palestinians as a human shield? So I will say we saw that video. It was shocking. The practice wa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Humans should never be used as human shields. The IDF should swiftly investigate what happened, hold people accountable. 另外，法新社和13间国际媒体大概50个记者所做的一份联合调查，指讲以色列战车的炮火可能是去年11月初2，法新社加沙分社爆炸受损的原因。加上去年10月13，黎巴嫩南部媒体采访团防攻击的事件，法新社全球新闻主任谢德文第25呼吁讲，应该对这款事件做明确、较透明的调查。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维基改编的创办人叶桑杰，2006年创立网站，2010年伫咧网站公开50万份美国的机密档案。叶桑杰是自迄阵就去互通缉，后来伊就走去驻厄瓜多驻英国的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过无几年，伊就去互赶出大使馆，关伫咧英国伦敦最高界别的监狱5年外。遮尔侪年来，伊就做出真侪抵抗的行为，就是无爱互引渡去美国受审。即阵叶桑杰是承认违反美国间谍法，伊个明仔载就甲美国达成协议。若是安尼做，伊就会当离开英国，返去故乡，唔免去美国受审。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指出，甲加密网站维基解密创办人叶桑杰达成协议，用承认刑事指控换终结伫英国的加禁，允准伊返去澳洲，结束真长的法律诉讼，佮避免被引渡去美国。Well, from the U.S.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he's already been in prison for several years. And so they believe that this time served punishment is actu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crime that was committed. And so they don't view it from their perspective as letting him off the hook, although the net effect is he does not hav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ace charges. 52岁叶桑杰过去是澳洲记者甲社会运动人士，伫2006年建立维基解密，2010年公开50万份美国机密档案遭到通缉，其中包含美军伫伊拉克甲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惨杀百姓这罪行是美军史上上大外泄案。叶桑杰就安尼
会面临18项指控，若这罪名成立，伊会面临上悬175年加刑。伊捌伫2011年去厄瓜多自行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2019年被赶出大使馆，因为违反保释条件入境。伊伫关伫伦敦最高戒备等级的贝哈马斯加加，最近5年拢咧拼命抵抗被引渡到美国受审。As WikiLeaks stands under threat, so doe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health of all our societies. 澳洲政府一直咧呼吁美国撤销对因公民亚桑杰起诉，国会还阁伫今年1月提出动议，要求北京回登去澳洲。维基内被分享影片显示，被关1901天的亚桑杰已经坐飞机离开英国。公司新闻单位点报道。美国 FBI 搜查加州奥克兰市长圣头的客家，怀疑是甲因男朋友非法利益往来，也有竞选捐款的代志有关系。今年38岁圣头是奥克兰75年来上届少年的市长。不过，这就职1年多以来，奥克兰的经济甲治安拢一直咧衰退。就算讲伊面临罢免的风波，不过伊还是坚持讲伊无爱落台。美国民主党籍北加州大城奥克兰市的市长圣德，20日客家互联邦调查局 FBI 无预警来敲查了后，24是第一摆召开记者会，强调伊做的代志绝对无违法。I plan to be 100% transparent and cooperate fully with this investigation. And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I can tell you with confidence that this investigation is not about me. 美国 FBI 人员伫当地时间20透早是无预警炸法院的许可命令，去圣德和查甫朋友的徛家，敲找4点钟炸走几10箱的证物。迄天 FBI 嘛敲找圣德的市长办公室、越南籍姓杨的爸仔囝的废品回收公司和徛家。根据当地媒体指出讲，对圣德做议员和竞选市长的期间，查甫朋友安德烈琼斯就是伊幕后的操控者，对无合格的人员做利益的输送。越南籍姓杨的爸仔囝嘛透过废品公司对圣德进行非法的政治捐款。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公开要求圣德洗头路，但是圣德第一日是公开拒绝。Well, guess what? I'm not going down like that. We're not going down like that.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me deserve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communities prioritized. I'm seeking the truth right now, just as much as you all are. 圣德的爸母是对寮国来的，出身伫难民的家庭，伊嘛是一个单亲妈妈，经过打拼入去加州的伯克莱大学，而且踏入政坛。2023年1月，伊变做奥克兰75当来上少年的市长，嘛是第一个标 A 的美国人去出任大城市的市长。但1年多来，奥克兰不管经济和治安拢是衰退，罢免圣德的声一直出来。6月18，罢免圣德的联署提案是正式通过上届的限制。奥克兰的市议会7月初2会讨论圣德的罢免投票。今要伫个11月大选内面做伙举行。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中国将发布今年头一届大水河红色预警，华南地区做大水。也若是欧洲的瑞士，是因为连续落几两天的大雨，这拖石流是拼入一个小镇，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大水甲土沙冲落来，画面真惊人。瑞士为1日开始连续几日间强降雨，互当局宣布紧急警戒状态。第二次强降雨造成阿尔卑斯山有名的度假胜地策马特爆发崩起，大水直接冲入一个小镇市区，造成3人失踪。救援人员经过潮吹，发现一个失踪查甫人的遗体，按过医院有2人失踪。Prima di rispondere, adesso che abbiamo avuto anche queste informazioni sulla vittima, vorrei esprimere anche a nome del governo federale, facendomi certamente interprete di tutta la popolazione svizzera, di quella che in altri cantoni sta avendo anche delle difficoltà, penso al Canton Vallese in questo. 瑞士气象部门指出，过去1日一天降雨量达到124毫米，而且有63毫米集中伫1点钟来落落来，平均30年才出现1摆强降雨。瑞士警方也表示，失踪者活来机会真低，目前当地医院有真侪路灯气、铁路运输也受影响。救援人员开救生船将受困民众救出来。
中国华中甲华南地区持续夜落暴雨。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是中国上高级别的天灾预警，也是今年第一摆发布这个警报。气象单位预警，到17进前，江南北部、江汉东部、甲南部真侪省份拢有连续性强降雨。福建、安徽、河南等地拢传出淹水灾情。广东惠州几夜间的暴雨造成至少47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失踪。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动专案，请Google也有英国牛津大学斗相共，望是用 AI 来做气象预测，帮助非洲一寡较散者的民众知影讲天灾当时会来，互因会当提早做好准备。所有人工智慧 AI 模型的建立，拢必须要有输入资料库，才阁互机器来学习的过程。牛津大学物理系专家嘛是用这几步来开始这正长的 AI 气象预测模型之路。The input towards our AI device is the weather forecasts, and it's taking these weather forecasts and training to be able to match them to the observed reality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station data that we have. 对先进国家来讲，气象预测需要的卫星观测资料和地面观测站的测量，拢是这项工课上基本的功夫。不过，亲像伊索比亚、索马利亚这非洲较散的国家，这两项拢是真欠。比如因累积资料，而且建立预测模型，但是要面对的挑战。就算是解决资料来源的问题，人工智慧是需要超大量的运算。较早这拢是互各国的超级电脑来负担，但是这拢需要真悬的成本。就算有 AI 模型，未来的预测工课，那嘛是要交互超级电脑，这非洲散者国根本就无法度负担。因为安尼，专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互模型会当伫一般的手提电脑就会当来进行运算。You can have this model, and once it's trained, you can just run it on your laptop to produce 50 predictions of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what the future weather is going to look like. 研究团队指出讲，这个计划即马搁在起步的阶段，离真正实用化搁真远。但若是未来会当成功，就会当推广去其他无遐尼好个国家和地区，互搁较侪民众会当受惠。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印度德里的水源厅厅长为着抗议水资源分配无平均，阁有欠水的问题，即阵是已经毋只抗议第4天啊。德里的官方就表示，因已经咧改善地下水的系统。毋过嘛有另外一派认为讲，改善这地下水系统对解决热人欠水的问题一点仔都无帮助。天气有够热，德里一寡上散食街区的水道头差不多拢打起啊！百姓都爱搬大细的管桶啊，到水车去提。这含几公里外连草啊，拢加甲真整齐高级社区，是形成真强烈的对比。水资源分配无公平，嘛是德里的水源厅长就是抗议的主因。以及讲附近的海洋那邦大量使用河水，海洋那邦是回应讲是德里的管理有问题。आज 28 लाख दिल्ली वाले बूंद बूंद पानी के लिए तरस रहे हैं। मेरा ये अनिश्चितकालीन अनशन तब तक जारी रहेगा。在当年的热天，几百万印度的民众拢要面对欠水的问题。德里重要水源雅穆纳河，在可怕的热天流速变慢，农场办公室和家庭用水需求量拢增加，但是供应却真有限。今年热天热应高温，和相关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连德里和红酒，就是印度的涉谷的南部大城班加罗尔拢受影响。因礼拜还有百姓为着抢水起冲突，向公部门来示威。इतना सारा पाइप लग गया कहाँ से पानी आएगा बताइए तुरंत पानी खत्म हो गया एक दिन बाद टैंकर आता है यहाँ और सारे पाइप पर जल्दी चढ़ जाते हैं किसी पाइप मिला पानी मिला ही नहीं किसी को मिला किसी को नहीं मिला 新德里的非营利机构科学和环境中心水资源专案主任卡普讲，当局是一直推动真侪未规划的开发，但是对1994年以来，全毋捌审慎分配河水的资源。德里的政府表示讲，当局计划要复苏河，含甲季节性雨季、后雨季期间，雅穆纳河溢出来的水欠起来，改善地下水的系统。不过官员讲，干那靠这措施是真歹解决热天欠水的问题。环保人士讲，极端气候袂无去，德里需要的是全面水资源管理计划，嘛袂当甲雅穆纳河当作是主要的水资源的来源。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英国有一个养犬的病症真严重的13岁查甫囡仔，过去是逐工都咧发作。即阵伊是接受全世界头一个伫咧脑内底放刺激器的手术。
即阵发作的情形已经减少8成，生活改善真济。咱做回来看。13个恶人去年10月接受这项手术进程，和厝的人做伙画图贴图，拢看袂出即使是一个严重的忧郁患者。不过1万年又有可能就完全变一个款。因阿母讲，恶人按3月开始就逐工发作，毋是跋倒，就是救军失去知觉，严重的时阵，佫会袂喘气，需要紧急用药仔来治疗。Every moment of his life is affected because of his epilepsy. 为着后生摆脱几年来的痛苦。因阿母决定让奥兰去伦敦接受一项全球首创的手术——电脑波状神经刺激器。这个装置会发出电流的脉冲，阻止也是破坏大脑内底异常电流活动。医生发现手术真成功，和奥兰女士发作的次数减8成。It looks very good, so we're super happy. That's really great. We now know that we've left him with the leads exactly where we want them to be. So that gives the best chance of the device working and reducing the seizures. 上欢喜的就是奥兰因阿母，因奥兰当时阵有自闭症甲过动症，即马伊真欢喜来接受骑马这辅助治疗，病情有真明显的进步。Very optimistic for the future. I think the Grosvenor Street team gave us hope back, which was something we didn't have. And now the future looks brighter. 伊早类似的手术是甲迷走神经刺激器放入去敏感的皮肤内底，再甲产生的电刺激送去大脑。不过伦敦团队认为，直接甲刺激器放伫脑部，可能对囡仔的患者效果更加好。初步摕到成果了后，有另外3个得到样型的囡仔要来接受这项实验性的治疗。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带动物伴出门看兽医，对这寡动物仔来讲，环境改变，因着足紧张，心理压力个真重。美国就有一寡兽医是专门去处理帮这寡动物看病，这款服务的需求量是愈来愈重。另外，日本有业者是研发出判断猫仔表情的 AI 软体，只要甲因翕相，就当看出讲因敢有咧无爽快，准确率是有95%。一只猫拍伫咧遐蓝色，是伫咧休困，也是无爽快。怎么有 AI 应用程式会当斗相共了解？日本东京的士多方小姐今年3月开始试用 CatchMe 应用程式，逐工拢替伊饲这只14岁猫翕相，互 AI 分析猫的表情，看是毋是需要去看兽医，互伊的猫更加长细修。黄色くなってるのが痛みがあるっていう判断がされた時で。それがちょっと続いたりすると獣医さんにうちの場合は電話で相談し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んか何日も痛みがある表示が続いてしまった時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な。猫的个性较倔强，真会当忍疼，就算是身体无爽快，也真少会直接表现出来。日本大学的专家甲科技新创公司训练 AI 判读6000张猫的表情。依照疼的情形来分级，开发出这套程式，会让减少破病延误就医，或者是无必要煞去看医生，互了紧张有压力。今我々の統計ですと、高齢の70%以上が関節炎があったり痛みがあ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けども、実は病院に行ってる猫ちゃんってただ 2% しかいないんですね。で、その理由は飼い主さんが痛いことに気づいてないことが多いです。で、今アプリを作ってる目的はいろいろな痛みに対してもしかしたら正常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いう飼い主さんへの気づきのきっかけ。这个应用程式去年开始上线了，已经有超过23万人使用。伫用户回馈的资料增加 ，AI 累积更加侪学习的资料，准确率已经超过95%。怎么少子化，猫狗变做厝内的宝贝？去年日本的天文猫狗数量要到1600万只，比15岁以下囡仔的数量也更加多。怎么，抑个有一种减轻天文压力的保健服务，就是兽医到厝内看诊。像美国纽约市这只19岁猫阿公帕迪，有高血压加关节炎，伫咧较适个厝内正定真的互兽医检查。It's a very stressful thing to be put in a carrier and go in the back of a taxi and go to a veterinary office. So having house calls eliminates all of that. I'm not saying that Putty loves my visits, right? I do things that he doesn't like. I stick him with needles, I poke and prod him. 帕迪伫咧检查线了，随米的饼夹起，
因故伊惊吓的程度是比出门去兽医院和医生看更较少。主人也真满意，认为这当帮助帕迪这种年纪正大的宠物延长岁数。兽医阿塔斯到处看诊已经32年，对一开始伊坐地铁、赶公车，到即马已经有专属的司机加助理，需求愈来愈多，看诊的时间也排甲满满。不过，这种到处看诊的服务是比曼哈顿一般的兽医病院费用加30%，主人就要加开一寡。It's worth every penny because they give us so much love in return that I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